3到8歲女孩子嘅家長請注意啊！你以為紮孖辮好得意，其實你係親手破壞緊佢嘅專注力啊！呢兩條辮就係佢做功課嘅干擾源啊！唔好再俾頭髮跌落嚟啦！小朋友嘅觸覺好敏鋭，頭髮不斷掃過塊面，大腦就會不斷分神去處理呢種騷癢感，專注力即刻斷線。心理學話你知，小朋友嘅過濾機制未成熟啊！當佢要分心去撥頭髮、拉袖口，佢用嚟思考數學同認字嘅能量咧，就會被呢啲小動作消耗晒㗎啦。仲有過長嘅袖口啊、過大嘅衫啊，會令手部活動受阻，手感唔順，大腦就會覺得攰啊。記住，做功課嘅衣着要利落，唔係要靚啊。仲有筆頭嗰啲搖晃掛飾啊，視覺上嘅擺動咧，係會奪取佢大腦嘅追蹤機制嘅。呢啲唔係文具，係分散注意力嘅玩具嚟嘅。建立物理零干擾，幫佢清好所有觸覺同視覺嘅雜訊。當佢身體覺得清爽啊，佢個腦先至可以全速前進噶嘛。用環境心理學救翻專注力。想知仲有邊5個日常小地方會令小朋友分心？WhatsApp我，我 send 份專注力物理清單俾你。Follow 我，用邏輯贏格局。